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 Q 妹。哦，又吃到好压抑波的天时，有一些强强的变较凉的，无按热了。因为啊，下礼拜一就是半夜版中秋节，阿 Q 妹第二篇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半夜版快乐哦，年年人团圆哈。不是团圆的时间，听说吃多东西，阿 Q 妹强想到吃东西，因为伫秋天的时间啦，有没有越来越多目像的季节的东西做得食咯，比如讲像呀菇的啊，韩国买个泰加派啊，吃的啊，油的呀的东西，都喺啲秋天做得食嚟到的，尤其係啊吃的啊，虽然个期嘅果子爱削皮都麻烦，大家就做得来吃食看下嘛个，吃饼呀客家种一定有名，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小介对新种类嘅吃饼哦，细细嘅嚟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位来宾来分享，陈大哥分享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新竹人陳耀生先生，當歡喜來到了客家電視台。好，分享陳大哥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下吃餅哦。其實印象當中，當家看到嘅相片翕下去，哇，很壯觀，有冇？呢個曬吃餅嘅時間，都係一粒一粒、一袋一袋。唔過，今日特別帶來冇樣嘅哦，佢按到一口式，對不對？像啊，蘇杭呀，當地人下嘅，佢啲包裝度紅，就已經係按樣嘅大小了，對不對？呀，就係人的自家做的，應該做得算係獨家研發的。嘿，一口式，嘿，錯冇？錯。自家研發，故說一下阿 Q 妹就會吃吃看啦。其實按做按呢，非常的貼心，因為本來佢係一大袋嘅，按呢變到一細袋，其實就做得拿到蘇杭像人搭用的按呢食落去，錯冇？錯冇？對，其實咬食起來。真見佢唔會當硬呢，佢係軟軟呢，唔會像有啲吃餅食起來係硬，佢係軟軟呢。韓國又甜甜香香，韓國還吃嚟到嘅吃餅佢本單嘅味道，呀吃餅也到，有冇想到講想要來做按樣嘅一口式？你也是係你起餅嘅創新嘅做法，你也是我來咗建議，我都要來做你日頭嘅起餅，因為你下起餅。全部一隻當大隻，後生人食到一隻食唔得剔。哦，真嘅，所以大半買咗去就一盒。後生人呢下是技術上來做創新嘅東西，自己是去做文獻調查，來問了到人看食到了起餅係傳統嘅也好食，就係日後起餅也好食。調查之後是要講到講了日後起餅是下好食，要食到要下 Q。比傳統嘅下好，所以我哋要盡為來做啲傳統嘅起嘅日後起餅。唔過我知道呀，日後嘅吃餅食起來啊，它同傳統嘅吃餅味道有一些些嘅冇乜嘅共用，它比較有一點點像是果乾嘅感覺，我食起來。錯，你按將做下罩，普通按照嘅起餅是做下濕，你係為下 Q， 但下好保存。一般傳統嘅起餅呢？你病到2-3日，是為病下污掉，為通化鐵，為送煙，為乜做電路，就是很難看。所以我哋就會做呢一種嘅起餅。唔錯，韓國也咪係用那個夾鏈袋的包裝。錯，你一夾鏈袋嘅做法，咪係設計上出來嘅保存方式自熱。一般嘅起餅嗬，全部從你按用封裝行去來夾行去來做。我哋個咧起餅是用老機做到全部封裝行起來下醬下好看。韓國人咧去做下調查嘅時間，還做一動作功課，又去看國外，其實有其他國外沒有做按用吃餅嘅產品，錯冇？有，你起餅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全部用人做。全部都有啲嘅做。韓國、日本嘅起餅是化妝下多。我看了之後呢，我是感覺講，配音做得，俺都未做得，所以將來去做了韓國的日後起餅。我來的時候買咗來幫我起食了，食到幾個是要下 Q。俺台灣呢，按照設計來做，一定做得到。俺做出來嘅風味就下特別，唔會像韓國人走，下都好食。
古时候用也无共样嘅方式，就做得老国外嘅产品同台湾嘅产品来做一只结合同创新。古时候也就喺台湾特色嘅一口柿饼。不过其实大家伫做柿饼嘅柿嘅品种有同多，嘛个比柿啊、沙柿啊，其实有同多种品种。我想来问一下泰国，像你做呀一口柿的这个柿饼。伊用嘅柿诶是哪一种品种嘅柿诶？哦，我哋俩是先用俩牛心柿，柿有当多种。就像阿 Kim 我讲过诶，有碧柿，有沙柿，有甜柿。哦，甜柿。我先用俩牛心柿呢，其实你下太汁。还有肉。有冇一个问题哦？牛心柿係唔係就係做水柿共用品種嘅柿？錯，該是攞水柿偏空浪嘅東西。嘿，好，繼續有按多種柿嘅，做乜該會先用牛心柿？所以佢頭先我是講咧，佢下太汁，肉下多，下會下好做。喺實際下細汁，下唔好做，佢都唔會托來做。因為你下麻煩呢，你多加幾隻工序切地，一地來做。所以就會愛用呢類做。嘅筆刺呢，因為我看到侬裡面有啲嘅做筆刺。筆刺我都沒有做，因為筆刺是冇辦法切到一地，愛用呢類做，所以我都會先牛心柿嘅原因是講，佢按做法你話拉太同拉緊血。古時候呀，牛心柿嘅品種啊，係對哪類？因為以前當多種品種都係冇佢用蔬菜來，像呀牛心柿係哪隻蔬菜？牛心柿咧，等台食產地是說加熱嘅，冇散飯肉，韓國沒有的就一部分。按照新種嘅是冇人種，所以我唔難我都做。哇！古時候呀下太體，比如講人當家看到大概太家啲嘅曬嘅鹽嘅柿餅，嗰種柿誒係用哪種品種嘅柿？咁咪係牛心柿。咁咪係牛心柿。唔過全部就唔係本地種嘅，可能係加熱嘅，也係一部分苗栗咧，安尼來嘅。差唔多90%全部係加熱，韓國苗栗來嘅。原來係安尼哦。哇，古時候像呀一口柿餅啊，因為剛剛有講到，其實佢做嘅過程同佢食起來嘅口感都同傳統嘅柿餅冇乜嘅共樣。古時候一下就來問一下泰國，所以來呀製作過程係用嘅來做嘅。你一做起都是當麻煩哦，轉來起都買轉來以後，再洗好，打起泥打好，然後來削皮，皮削好，然後來切一地，然後落去曬。係曬一本九江鳳曬，九江鳳菜。我都會是全部用機器做。但因為你真麻煩，真多工。削好以後，我落去烤箱必備，要清熱，就有辦法做出新品出來。到傳統嘅是冇困難，傳統嘅係用熱挑曬，挑曬點講係用九江鳳去吹，但是20日就有辦法做出來產品。古時候呀，一口柿餅做出來，佢需要嘅時間就變短呢，就搶算三分之一停，搶存1/3停。哇，古時候佢按樣嘅做工會較複雜冇？你一隻口柿餅嘅工作當然比較一般嘅柿餅較麻煩啦，因為佢要切地啦，還要一地按扁哈，所以是冇按方便來做。糖糖行愛冷燒，安尼高溫係冇？梗係，但是你清熱必備咧，落燒嘅，落冷嘅，落抽水，然後佢做到變甜嘅，冇加乜嘅化學嘅東西來做。今日有一個問題哦，佢柿嘅買陣落愛嚟做柿餅，佢柿嘅熟嘅長度差唔多，愛幾多張做在哪嚟做柿餅？你一起都做唔得長熟，長熟以後其實軟體是做唔得做。可能啲做過長期可能就太熟嘅，就壞體係按用冇？唔會壞體，該做體是軟體是做唔出來柿餅。原來係按呢，古時候佢做嘅過程咪係佢算是佢熟成的一個過程，對不對？佢熟度差唔多到7升到8升來做下都好，冇半佢全熟體是面體爛體咧。今日係有一個問題哦，有人講啲食酒嘅時間做唔得棒吃誒，又係乜嘅原因嘛？梗係風氣啦。風氣咧就係軟嘅種，對不對？軟的。錯。該風氣是要添雞，該雞撈酒係衝突嘅東西。唔係氣咧撈
酒的冲突关系。哦，故说外地嘅水吃，就是要浸水嘅嗰种，我有可能要浸鸡水，也係講要浸沙灰水，要本佢有這個過程熟成的過程。韓國人家講嘅風吃嘅咩要點嘛嘅？雞油。雞油要點雞油，故說有兩種都可能有雞嘅成分，就唔得老酒強下身。嘅也掉喏，比如講像柿餅啊，也係講甜食。嘅摘到蘇烘摘下來就做得是嗰種甜食。而家掉東西超唔係要，佢頂住老師挑戰講嘅，佢到雞有關係，所以佢而家掉雞都全部本雞染網到。哦，原來係本雞染網到嘅，嗰種食就做唔得飯嘅吃嘅，就係水吃嘅，韓國嘅軟軟嘅甜吃嘅哦。韓國像樣以後吃餅啊，講下講，佢嘅保存期限其實做得嚟較長的喎。一般來講，建議大家買咗衣服看用嘅來保存下好。我哋底下做嘅是有，你佢有並用夾鏈袋來夾，哦，按其實按照密閉，按日版嘅計傳統嘅起餅，大部分是冇做完嘅，就係個透明的塑膠盒嚟裝起來。偏到差不多按樣樣爆鏈，哦，我建議你哋東西是像傳統嘅，差不多3面實體，所以實落冰箱。哦，按我哋會做啲做病毒，要1禮拜，就可以落冰箱。再過來病毒當個冷倉必備，來解凍，來視為像冰淇淋讓安好食。哦，用冷凍庫做的。係，雞肉湯粉，所以唔會解凍，唔會硬，吃下都是當好食。原來係安呢，故說其實啊，像安陽嘅吃餅啊，佢係冇用防腐劑，係清甜嘅方式，因為佢乾燥嘅長度較多一些咧，故說佢做得不用1個禮拜按久嘅時間。唔過假使講1個禮拜行起身唔睇就做得來不用冷凍庫，就做得吃開哪講，吃嘅餅嘅餅係食起來係蠻個樣嘅啊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談吃嘅故事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大家印象當中嘅吃餅啊，就係去可能路順買嘅一盒像片同盒嘅咁樣，韓國地包有10袋1袋按太袋嘅吃餅。不過今日節目當中，我會同大家來紹介哪個一種方式，哪個一種用嘅吃餅哦。佢係以後吃餅，跟阿群妹幾件事咧，唔但止啊，嘅口感食起來，QQ 韓國妹有啲會像果乾吃嘅果乾按用嘅米絲哦，實在係當貼片。唔過節目當中吼，還會來同大家來紹介其他吃嘅，也係吃餅做嘅產品，接下來就會來請陳太哥繼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一下頭前阿群妹書行有一筆，像係飲料，飲料應該唔係吃嘅果汁吧？也係乜嘅東西啊，太哥？好，也是起做嘅果醬。起做嘅果醬，然後再把它泡成水，變成果汁。好，黑暗有冇？好。唔過以前那邊冇看過有人啲嘅做吃嘅果醬呢。而家起醬嘅是挨到溜做，哦，而家做嘅放心咧，所以เรา起細腸切細地，哦，เรา變湯下去煮點兩種酒，就會煮得好嘅東西。真勁，當後生呢，因為我完全冇試過按用蜜桃嘅果汁水、果醬水，係按用嘅蜜桃叫一絲絲嘅淡嘅吃嘅蜜桃，韓國有酸有，也係有另外再個加東西，同冇？加掉檸檬落去下清爽。哦，真嘅，因為吃嘅有的生意呢，一種冇乜嘅好食，像按用變做果醬，然後給泡成水，其實都好食呢。好，而果醬哦，我哋會做果醬嘅原因是。係因為想為來做創新嘅東西，冇錯。你啊做完失敗做唔會成功。哈？係。呀，吃嘅果醬有按難做哦。係，但係到擺攤呢，都到回音呢來提點，一個回音是從外界人全部做啲果醬嘅達人。哦，其實來提點嗌到為咗比例、成分或者慢性來加，做唔得添加。化學嘅東西，真型果醬當重要。韓國nhà đầu嘅果醬其實全部就含可能到果粒到底部。韓國食起來，因為嗱啲果醬應該會煮當久，我相當嘅吃嘅食起來嘅口感可能會綿綿爛爛，不過食起來還有一些嘅脆脆呢。
所以讲，你是去体点，去袂做你会做的东西。哇！你下抓到东西呢，然后做在泡茶食，然后做在焖炸鸡食，然后做在做沙拉来食。像个半夜班嘅配肉嘅時節，做啲老記加到嘅配肉嘅醬底度從啊。你中秋節到咧，你拿來做焖嘅烤肉也當好食。韓國也有係用天然嘅食材來做出來嘅暗用嘅果醬。韓國其實像一般切嘅吃嘅時節，加個切面其實凍掉就會氧化體，佢係一類凍會氧化嘅果子。唔講你暗用做出來嘅色木還會像是這樣黃澄澄的，還會凍醬嘅色木呢？係冇加添，全部天然，全冇加東西咯。全部天然，古時也就係真嘅做果醬嘅技術。哦，輕難就係難到也得嘅。咱實際每幾會用法聽所以講你嘅東西當假是會用法，為了佢做到愛用人十分不容易，所以你也算要供應提點啦。哇，真嘅，唔單槍後作為這個創新的一口柿餅，還作為沖洗呢呀，吃嘅果醬，真嘅係非常非常嘅特別。韓國唔單槍安呢，基本日啦，還有兩項非常特別嘅東西，還冇辦法帶到了鴉片不阿群摩來食，係因為要提前先做，要先預定，要先注文呢。一個是這個紅豆柿麻糬，鳳頭吃起白，韓國另外一個係地瓜柿乳酪，就從電視機頭前，鄉親朋友看得到嘅相片吼，亞兩項生了係乜嘅好食嘅東西，用做得冇帶來不阿群摩來吃食看難咯。歹勢，你係東西吼，係現做現生嘅東西，所以冇辦法，你行喺地道呢，是要日本人要做。你喺市面上係要看到是可能進口落來嘅。你啲東西呢，全部係現做生嘅東西，像芪肉佢做出來，所以要拉刣，所以เรา必備只เรา佢別睇機，เรา肉係一刀，เรา佢弄刣只刀，將來เรา七八封條將個必備去。古時候佢係柿餅嘅皮，然後研熱出來，再個留嘅七八嘅同封條，變落去包得。係啊，凍貼片呢？你阿番薯味空裝嘅做法，你是按照創新啊。真嘅，古時候也聽說要先煮穩，再個同買張買嘢度，也係講要去到幾片現實。你倆冇煮穩，我是冇辦法做。你聽來煮穩，我係咧該起餅料必備來頭該下太隻嘅起來做，才有辦法做到按醬按太隻。古時候講到呀，柿餅啊，其實柿餅係有期限，它是季節限定的產品。差唔多柿餅出的時間係乜嘅時間？柿餅我出的時間是按照農曆嘅7月中到8月初是開始來做，開始有誒，一直切做到差唔多11月左右。哇！古時候出體一段時間，因為就算有鄉親朋友同煮飯，咩冇辦法做出柿餅啊，也係家下講嘅吃嘅嘅當多東西，就係做唔出來，因為佢係季節限定。季節性做出來是冇咧。佢假使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一段時間就係做得來吃柿餅嘅時間，佢要提前結構同煮飯呀，鳳頭吃起白同地瓜柿乳酪。你啊兩張呢？鳳頭7八呢，韓國嘅地瓜乳酪，全部係提前1禮拜，我就有辦法準備運掉你，你下流行嘅按度預告，咁做得來做。哇！古時候按貼片按珍貴嘅東西，講俾電視機頭前嘅鄉親朋友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要提前1個禮拜來煮飯哦。韓國貼片嘅東西係唔單止按呢，加下食嘅當到甜嘅東西，其實佢唔易成太過，還有帶鹹嘅東西本阿佢冇來食咯。就係雞湯唔好同人講係用吃嘅做嘅雞湯，佢硬唔敢食咯。錯個，你一試係用起送餅來煮嘅雞湯。起送餅。古時候就係拍嘅電視機頭前，也係有看到相片，就係拍嘅起送餅。錯，是你作當餅嚟嘅起送餅。奶糖講也起送係對喉嚨當好，對不對？係，你起送款呢是中藥材，和佢哋起送款呢是起送餅當個送嘅。
你会避袂送出来的东西，你袂加汤落去的东西。我最近闹到唔加糖呢，我正想爱讲，因为呀糖食起来啊，呀糖食起来係甜甜嘅米絲，嘅甜米全部就啲嘅糖啲都嗌鬧到，你係加糖你係加乜嘅？唔過我想應該係你加嘅刺鬆餅，變到啲度。錯，也是係啲起鬆餅送出來的粉，長出來甜嗰邊甜嘅，係用嚟來食。古時候人嘅湯包啲度嘅內容有乜嘅東西？你湯包必備咧，那就是肉餅，你起鬆餅，香菇、鳳爪、枸杞，是一嘟嘟係一隻雞髀嘅量。哦，一隻雞髀，古時候買一張衣服卡槍，愛買一隻雞髀轉來，就做得變到天包嘅地度。係，你是做咧，所以雞肉拿來洗好，是老了了吹了，空下變天包必備燉，按是做得咧。按樣就做得，古時候係當簡單嘅一隻刺鬆餅嘅湯包，就做得本大家帶轉衣服卡做來食。唔過講到呀刺鬆同刺鬆餅啊，其實阿權我以前對呀啲東西，當上愛啲上來嘅蛋糕，嗰層啪啪嘅刺鬆係哪來啊？係加糖分落去冇啊？該唔係哦，該電腦機油加天絲油啊冷，機場要切甲送出來哦。嘅我吃係切甲送出來嘅。嘿，該係按照講嘅名稱是按照葡萄湯。葡萄湯。嘿，天然嘅葡萄湯，佢切甲送出來，來對氣管、對皮膚全部當好。原來係按呢。古時候頭擺人中藥啊，有人用刺鬆，嘅刺鬆就係蛋糕按呢刮下來嘅呀，係用嘅。該是來用泡，我去泡粉泡下來，泡下來，然後去打茶洗，用洗再洗粉掉。哦，哇，原來係按呢，刺鬆同刺鬆餅，原來係按呢來，基本阿權會長知識，因為有對我來講可能有食過，不過唔了解佢係用辦來嘅，韓國呀，韓老記，陳太哥韓老記做成按用湯包，本太個當封片就做得食到呀，古稀乾呢按用嘅雞湯，食起來米絲咪當好，因為有一些咧甜甜鹹鹹，韓國有呀雞肉嘅米絲，真係非常非常嘅特別，韓國非常嘅好食，韓國唔難搶按呢。除睇呀吃嘅產品以外啊，基本嘅泰國含特別帶嘅牙膏，看起來就是像呀下啲嘅路很溫馨，有冇？1-3元一罐，按用嘅飲料，一個係乜嘅？一係綠茶。綠茶我當接食啦，我當接食到綠茶，也同一般嘅綠茶有乜咁冇共用。你啊綠茶是美日版嘅綠茶哦。你係矮巴研究出來嘅，矮巴本身是係新竹縣虎口鄉客家攝政會嘅綠茶班長哦。綠茶班長研發出來嘅，真係都好，真係韓國佢唔可以當甜，韓國因為綠茶食起來佢可能會太重太飽，因為佢穀物非常多。不過呀，食起來係清爽的，有一點點像是綠奶茶的嗰種感覺。你啊必備呢是有茶米、蹄頭、白麻、胡麻兒、南瓜子啊。因為綠茶呢是都是澀澀，成日是冇食，所以我把做綠茶班長嘅時節，其實來研究，講啲綠茶或者買日本成日下順口來食。所以基本加啲湯啊，加啲鹽落去啊，實在話甜甜香香，成日是會加下好食。但做得推廣呢隻東西，那傳上呢隻東西下去。冇錯，韓國因為綠茶佢本身就係營養嘅東西，要加呢，要加一啲啲嘅糖分，小朋友做得食到行卡水後，行卡好食，真係當貼片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行卡到好食嘅東西，我哋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呀客家人好食嘅東西真係非常多，家下阿權妹就幾件食嘅當到吃餅啊，吃餅相關嘅產品啊，韓國韓式嘅一杯冇 Q 用嘅擂奶茶，擂茶嘅進階版本，冇 Q 用嘅版本嘅擂茶非常非常嘅好食，也咩係陳太哥佢嘅爸爸係擂茶班嘅班長，特別研發出來創新嘅按用嘅擂茶，家下有講到吼。其實呀，擂茶
啲都愛加當到無營養嘅東西，特別啲啊茶味嘅部分，我想我來講一下，因為我食起來，我知道嘅茶嘅清香味非常嘅香，連吞落去啲最味嘅嗰種清香嘅感覺，安尼就會知道茶嘅香味。而擂茶用嘅茶係唔係有一啲咧無營養？哦，我這位擂茶是用上茶來做的。上茶，茶是有分熟茶到上茶，上茶是清香，按熟茶是下噴。嘿，故說呀，上嘅茶佢係用嘅按到上茶，佢嘅製作過程係唔係冇營養？你愛摸懂了解，不過愛啲嘅是，啲啊上茶是冇容易配，熟茶是配啊熟嘅對嘅，用熟茶。哦，故說也係因為用上茶來做擂茶，故說食起來嘅個茶味嘅清香，香味會當清楚。嘿，真件非常非常嘅特別，韓國唔單唱安尼哦，我想食人嘅說，當然就唔得唱呀擂奶茶聽聽，接下來韓國來同大家來紹介兩種嘅果凍，先同大家來紹介一下這個擂茶的果凍，係唔係就係更加加下愛食到嘅擂奶茶？錯，你是擂奶茶，你係做飯呢是係，那該擂奶茶來做。哦。我哋會做法是加絲加一半天然的洋菜粉來做落去。啊，洋菜粉。因為啲果凍呢，成因很多是非常好食。你推廣啲擂茶本大家啲，講啲擂茶好食。哇！裡面有蛋糕啊！做果凍的時間會按你點到標嘛？那個擂茶跟那些穀物全部就會沉澱到帶下。所以有一點像是雙層的那種感覺耶。係，佢哋是因為啲啲穀物全部沉澱到底下，所以講食到你是話感覺就按脆脆、按清香的感覺。嘿，真嘅，韓州在抽到那個穀物的味道，給帶下又係加下愛食到的那個擂奶茶同清香嘅味系，所以是上面有一點點濃郁的口感。同下部有一點清香，比較乾淨、比較清脆的口感，用兩種搭配到胸下，非常非常嘅好食。韓國有個甜度咩唔會當甜，一啲啲嚟甜甜甜。有啲比例一定來挑到當度好，對，上唔會甜甜，然後唔會講食到講味，咁樣。真嘅，我唔錯，韓國創業啊，很可愛。這是起日凍。呀，就係起兒凍、起兒果凍，對不對？就係加下愛看到嘅果醬。錯，你因為起日呢，一般呢成因是冇買又是起日。好，按照來推廣本嚟啲成因是來做呢種成因好嘅果凍，來本嚟成因都是講你起日按好食，改變講起日感覺講唔好食嘅個樣。這個凍好食，因為啊，食起來因為。比如講，我動入去可能便利商店去買個一碗嘅果凍，然後同鄉親朋友講，你食嚟也甜嘅，你做得唔食嗰種便利商店買嘅果凍啦。也食起來真嘅嘅，吃嘅清香味當清楚當好食，韓國一啲啲嚟甜，也係清簡單、清單純，唔過又清好食嘅味道，也應該冇食人哋唔好食吧？小路燈號也係機。嘿，後生人看到全部會買來食。我唔錯，韓國蛋糕還有一些些的這個果肉，呀哈，喺日本哦買嘅一碗那個有果肉的果凍，一碗60塊，當貴當，又唔像呀按甜鹽按好食，非常嘅好食。故說，做嚟大家再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你買呀，本小朋友是小朋友家的有乜嘅反應哦？啲小朋友食到出麻講好食，嘿，冇小朋友唔好食咧。起日啊，你唔係起日是一般嘅果凍，所以講本地地講你起日其實會還好食起日，你起日嘅小路上會大開來。啊，原來係安尼，先用呀好食嘅東西先騙死人啊！冇講騙啦，先香啲啊到來食吃嘅安樣嘅產品，三點下來佢就會講，吃嘅其實冇按定營養，做得來吃看哦，係唔係安尼？
哇，古所讲的按多东西，是唔是讲比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，当上的夹夹打电话来祝福一下，无出听一下，你过节啦，也是讲去拜访朋友的时间，做得来带电路去。今日节目当中，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其他的咩有电路哦，像按用嘅礼盒的包装，当地营销嘅包装，听讲係泰国人来的起家设计嘅。错，你下吼是会你下半日看到，是也是客家梅。当冲的东西哦，有哦，呀发布。你必备呢是有起的韩国客家花布，韩国乌龙茶。你客家花布呢，一般客家人必备，拿来做皮蛋、做门帘。哦，起的老花布的结合，再做出来的创新。哦，你本人带出门，做得送礼做电路。唔错，因为看呀礼盒底度啊有2包的，就是阿 Q 我一开始设咧1口柿饼，佢做得不用下久，韩国口感没同传统嘅柿饼冇嘛嘅共用，韩国有一张也系花布的手帕，对不对？错。也系讲做的对，然后做的包东西。嘿，当地一下，韩国呀还有茶包。然后花包是然后新竹的东方名人茶，通风茶做错嘅，来种的，错。清贵的茶，清好的茶拿来种按用 TPA 嘅礼盒，古说过年过节的时节，也是讲去拜访朋友的时节，其实就做得做呀礼盒，买呀礼盒，韩国呀规则包装，规个设计咩家都起家的，古说非常嘅。错，你要是结合创新，才有办法打出你的开路出来。真嘅，其实泰国人吃到你一彻底嘅做传统同创新结合嘅事情，唔单像係呀吃饼啊，也嘅产品啊，也嘅加工嘅其他东西，全部就係傳統同創新。生來你做呀吃嘅事業要做幾久誒？哦，我冇做幾久。哦，我做啲起餅係因緣機會之下做。我本身是係師姜茶。哦，茶當當呢，冇完全冇咁樣嘅行業呢。係啊，我有日是與朋友介醋料食茶，我朋友講上來到去做下態度，來看下做，哦，介我哋開始嘅時節是做宣布咧，慢慢做，慢慢打，介想做下態度做到世界級來講，介呢條來行出去，我哋是去態度，然後技術帶到態度去做。哦，去做嘅時間呢，去到公司規定嚟做，啊，你潤得也唔好啦，啊，拄到SARS啦，拄到冇油冇田，又拄到金融風暴啦，哦，所以講出總結態度，當2002年嘅時間，當出態度推轉來繼續來做，堅持按照客家嘅起餅，其實是上客家人嘅起餅，哦，是客家人自家來做。我說自家客家人嘅事情吼，自家來做。我說按用溜小小做吃餅嘅事業，按能有幾多年呢？哦，你按做下來15年或20年，也算老少咯。真嘅也算已久誒，唔過對你來講，因為你一直同呀傳統同創新來做結合，人嘅城市中心呀品牌嘅理念係乜嘅？哦，你啊，錢是係愛分享嘅錢，哦，也事實上你啊去係本世界印地，哦，種是愛來嘅派詞彙。錢是因為日本大家來親近也起餅，哦，所以講就話按照我哋會從親社種親係用人。哇，原來係按呢，原來呀40是全部都係當有意思嘅哦。係，漢語就按照要煮食品，是係老愛不樣兩三個名，成日講愛長街煮包裝，按金按用人。古說其實吼，我看得出來，陳大國家嘅品牌唔單止係佢自家嘅用心，韓國係規模客人搶下來投入，也就吃誒同吃餅按用嘅事業，就係為到愛留客家嘅東西，客家嘅好東西，同唔單止客家人，咩同世界嘅人大家來分享錯冇？錯，係，一就等好，我是來。東西全部做得賣到全世界去。冇錯，嗰時候泰國假使講電視機鄉親，前面嘅鄉親朋友，想要同聽到也條產品，應該應用嘅來聽。你一聽到你一條東西呢，就是做得直接上來到 Facebook。哦，面書就抄嘅，嘿，打城市中心就做得聽。做得聽嘅。
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古早节目你什么？韩国做得去各市集请来到。哦，东家批市集摆摊就错嘞。我哋去假日市集，抢袂出 Facebook 咧发布，看爱到出来刀，你两个都请来到。就做得去请人家就大嘴古色好色的东西哦。古早节目你什么陈大哥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。没什么各位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，为收看休息一下，看下来做运动了。